透过画面欣赏到的遮精彩的画作，除了会使看到用色的丰富，也会使感受到画作当中众生活的升温。同时，也会使伫色彩当中看到淡薄仔反光。这是因为遮的画作是有加入矿物来作为颜彩画。遮的作品拢是知名的颜彩画艺术家惠松大师的作品。即届大师伫卓越杂志、甲扶轮社以及台南市政府等单位的协助之下，特别转来故乡台南举办公益画展。大师表示，伊会选择颜彩来作画，除了是较好保存以外，也是因为使用颜彩来作画，互伊感觉较尊重遮的生活。中国古代在敦煌呢，我们看到都是用颜彩，这颜彩保存到现在已经将近几百年都不褪色，而且呢，活像又是一个很高贵的画像。我想还是说以这个颜彩来画画，觉得是比较有一种尊敬的心，以及呢，给他的货予保留会更值得。这届上大的特色之一，就是运用电火的无同，将画作分做2大区。其中无电火的这区，需要民众运用手电来接近画作，安尼就会使看到颜彩画当中的矿物的反光，非常具有卡斯。对着观赏者来讲，这就亲像一场视觉的响应。这一次首创的部分呢，就是夜间来看颜彩画。一般对颜彩画了解比较少。那颜彩画是由矿石它去作为原料，所以当你在夜间的灯光折射的时候，它颜彩里面的石英石，它有一些灿烂的颜色，会随着灯光而发展出来。它的奥秘其实希望大家带了一个小手电筒，夜间下班空档过来看一个颜彩画。这个画展30号上午伫吴园公会堂盛大来开幕，市长杨伟特也亲自出席，并伫大师的带领之下，一一欣赏遮精彩的作品。3、2、1，惠松大师慈善公益画展正式开幕。好，把它剪下去。惠松大师很高兴能够不仅成为台南的荣耀，也成为台湾之光，更扬名国际，让许多的外国的朋友认识台湾，认识佛教的文化。这届展出的作品当中，也有惠松大师特别为台南创作的作品，就是这幅《天佑安平，万喜满归》，呈现台南安平日头落山的美景，加上妈祖的信箱，整个画面浓重温暖。台南安平是一个很古老的地标，那用颜彩最好能够显出它的色彩感。我就认为用颜彩来表现，尤其是在安平西照那这是台湾呢风景12景之一。我现在呢所用的就是用黄金金箔打底，然后上面再用颜块来画这一张画，而让它呢整张画有一种好像太阳西下在照亮的那种感觉。这届画展的收入将会捐赠予公益团体作为艺术教育来使用，要予喜爱画图的学生有持续学习的机会。同时，这个画展将会展出到1月24号，接下来也将要开始全台湾的巡回，希望予更较侪民众会使欣赏到惠松大师的精彩作品。台湾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。